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老师昨是听讲是一个什么？就是经历除孝节，就是迄个恁看吼，以色列遐个人吼，伊甲因有孝诶，有教诶，对吧？有教诶物件拢爱除掉。拢甲伊烧去哦。这是因即礼拜是叫做什么逾越节，对吧？个有迄是什么搬过节？咱顶届有讲过对吧？旧年讲过搬过节，因为即礼拜诶礼拜是过偌节啦吼。所以咧有这样讲吼，讨论讲真正有过活嘛？因为今仔日老师要带咱去看斯洛伐克，这我毋捌去过吼。一个所在伊有纪念即个爬山迄个摔落去诶遐个人。去互摔落去诶人哦。老师若做讲吼人摔落死了，来过会活，迄是啥物情况啊？是毋是做好诶？摔落就摔无够深嘛。摔无够深。对哦。若做讲人吼，死了，阁有第二个人生，是毋是做好诶？最近足侪人咧演这吼，你若看迄电视啊吼，有可能吼，因拢足侪人做爱看这什物重生了后吼，过活了后，什物无共款诶人生安尼啊吼。所以等下到后壁诶时，老师会甲咱介绍这吼。这本来看起来咱想是纪念吼，想你若无注意吼，毋知这是啥物物件哦。这是因诶膜拜啊，等于膜拜啊。是，就是咱今仔日真平常诶心啦，因为咱知影即礼拜叫做受难周吼，后礼拜日就是过活节。受难周咱就一定会想到耶稣受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真艰苦诶，真侮辱诶啊，真见笑诶代志，是犯罪人才会互钉。迄阵咱想要去死刑诶人，才会去钉迄对无？死刑阁是迄个大歹人才会互钉安尼。即款诶足见笑诶代志吼，咱来看圣经写吼，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讲，基督若袂捌过活，照恁诶信无菜工啊，恁犹豫伫恁诶罪中。即句伊咧甲咱介绍着讲，耶稣有过活，就是因为伊过活，咱信耶稣。确实真正有路用，若无睬你咧信，就是迄个意思。21节讲，因为既然对一人照死，也对一人照死人诶过活。一人是啥？是你啊我，拢毋是哦。然后咱后壁迄段就甲咱解说22节，因为亲像伫亚当众人拢死，也亲像安尼。伫基督众人要得到过活，伫亞當是毋是因為犯罪，就宣布就死，死就是講，就一定人死就入去到人嘅內面啦，人類就一定愛有死啦，吼，即安尼本來人是未死嘅對無？是未死嘅對啊，是永遠嘅活命，因為上帝創造亞當無愛死啊。因為伊安尼，伊講你食日，叫你毋通食迄個，食日就愛死，就是死啊。親像安尼，無要緊。雖然伊迄個死亡是對一個人來，就是對亞當來，所以咱今仔一定有死嘅嘛，你上濟歲100歲好無？無互你200歲，嘛是愛死對吧？那呢？迄個死一定有啦，咱攏袂當得閃。親像安尼，佇基督眾人要得到過活，因為耶穌基督，伊無罪人來放棄家己嘅性命，然後咱對着伊來救贖，就是講伊已經甲死亡嘅關係除掉啊。伊過活就是講贏過死亡嘅關係，所以咱對着信耶穌來得到過活。再來，咱來讀聖經咱先了解過活節意思啦。55節就講死啊，你嘅腳營佇叨位？
死啊，你的厉害伫倒位？哦，死是足厉害，咱拢无法度赢伊咧吼。啊，而且讲死的厉害就是罪关系就是律法。为什么咱有罪？因为有律法，若无律法，咱就无罪。对，咱迄个，阮咧讨论看囡仔讲，若做讲无规定讲吼，迄个黄灯爱停对无？迄个红，无规定说讲红灯爱停落来，安尼咱行红灯就毋是罪对无？对无毋对对无？就拢会当行吼，就是咧律法就是互咱知影罪，啊，罪关系着律法，啊，死的厉害就是因为犯罪，罪就是爱死。哦，这个是固定的啦。啊，总是57哦，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看赢，是讲看赢什么人？看赢死亡的关系。哦，虽然咱咧死，咱无要紧，伊互咱个我，就是讲咱的灵魂有一个永远的活命伫咧。所以58节伊会讲，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抓，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在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你伫主内底，就讲你听主的话，顺坦你的旨意去行、去做、去传你福音，吼，还是讲你做礼拜，吼，你遐所做的拢毋是空空，爱尽力去做，就对啊。因为我的目的是安尼，因为。咱永远的活命是比咱这个肉体活命更加长、更加重要。哦，对哦，这是无安尼，这是规则。就是讲，其实永远的生命，就是讲第二个人生的续集，对无？比咱即阵吼活的迄个时间搁较长啊吼，所以其实迄是较重要的，但是无人注意的对。咱拢注意即文吼。这个是一个空的梦，空的梦。就是讲，代表迄个耶稣已经伫内面内底已经空啊。就是空啊。老师，迄吊磨就是拍拼工课，吊磨受苦受难。爱互人侮辱，互人欺负，信耶稣定爱互人骂吼，你拢爱忍耐。有人去用笑讲你信诶什么耶稣礼拜拢袂当去算安尼吼。所以其实十字架本来是一个，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去钉十字架啊？真正是因为是遭罪受对无？因为无安尼，咱诶罪就无法度伫下面。十字架原本是一个刑具啦，代表的是一个受辱，还是讲一个痛苦甲死亡的记号。但是过活，因为伊有过活，所以十字架就变成胜利，胜利就讲赢过迄个死亡，变成互咱有得到永望甲永远活的记号。所以十字架为什么咱爱十字架，爱迄个十字架，看得真水。因为咱对着即个十字架就有愿望，咱的人生愿望。足侪人对，足侪人吼，毋爱无管是毋是基督徒，拢做爱挂迄个十字架。挂个十字架链啊吼，金链啊，感觉足水的。其实迄阵是做安那，足可怜的，足免看的，足歹的物件。更小对无？所以十字架甲过活咱若讲过活节，绝对袂当无讲十字架。因为若无十字架就无过活。若无经过十字架就袂当得到过活的活命。所以耶稣若是互钉十字架死，后来伊过活，伊若无过活就无效啊。后来伊过活，迄个过活就带咱。继续对安尼行，咱虽然有死，总是要过活。咱的灵魂永远伫咧。对，老师，我就想着吼，其实耶稣去钉十字架时吼，有互一个人活呢，就是本来吼有一个死刑的，对无？有一个死刑。两个歹人啊，两个罪人啊。佫有一个，伊讲比拉多讲，因为当偷绑一个人嘛。
就是讲吼，迄个会当讨办一个死刑犯吼，伊就问伊讲吼，问证人讲，你要讨办耶稣，还是要讨办迄个死刑的迄个巴拉巴了？大切股啦。结果迄个证人吼，毋知影啥啦，讲啊，迄个杀死人，迄个甲伊放去好，啊，甲耶稣定互死，啊奇怪，迄个比拉多，迄个裁判长的祭司，伊就讲奇怪哦，即个耶稣也无做啥物歹代志，为什么大家拢要甲伊定互死吼？所以耶稣定十字架，佮救一个人呢，为着要救迄个人着，所以就是真无简单的吼，毋是救一个该死的人，毋是救一个无该死的人，对无？所以搁我者哦，互十字架有新的意义啊！伊互死亡无搁可怕，就是讲毋免惊吼，咱毋免搁惊死。咱普通人若无信耶稣吼，普通准我也未信耶稣，我一定真惊甲连死人的所在拢毋敢活去，看着死人嘛，墓地就较紧闪，对无？看着墓地就较紧闪。伊迄个墓地边仔的厝拢卖足俗诶呢，无人要买耶稣无对十字架得走，当然伊要得走是足简单诶啊。所以伊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来走向迄个荣耀。所以耶稣就邀请咱讲爱跟对伊讲你来跟对我，安怎跟对？就是讲你袂当放落你家己的十字架，你爱面对你家己的困难，即款就是你家己十字架爱担的。伊已经叫我甲你做伙行，所以咱毋免惊。耶稣甲咱伫咧，即阵你若奉耶稣的名祈祷，你的心内祈祷上帝，伊就甲你伫咧啊。所以恁咧看，恁讲，逐个人咧看阮咧讲的话，咱就是真做伙的人，耶稣就甲咱伫咧，你毋免摇伊。所以你即位朋友，你若有做痛苦的代志吼，毋免惊，对无？你若上帝讲，对无绝望吼，是，拢有一个毋通放弃，有一个国外的生命，就是讲，其实死了，迄个生命是搁较长的吼，永远的生命吼，搁较重要的安尼。即个图是咱伫上卡特拉森，迄个山顶的一个十字，你看，逐位拢徛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足水啊，看着足水，咱看着心着安。伫欧洲遮吼，世界拢会当看到十字架咁照长对无吼？即个就是住伫阮斯洛伐克北边吼，安尼，但是即个是伫布达佩斯哦，伫匈牙利诶。你看即个十字架若是足大支诶，足大嘿，其实为山顶看落来诶呢，其实是足大诶。而且吼，即个所在讲，每一个人拢家己有一个十字架啦吼。就是讲你有痛苦的代志，有失落的代志，还是讲有逼迫艰苦的代志，不如意的代志，拢是你的十字架的意思。但是搁我这着提醒咱讲，上帝会当甲伊变过。本地十字架是毋是互人侮辱的记号？变过变荣耀的记号。你奉，就是讲你信耶稣，你有担足侪艰苦，伊就要互你变成一个成长的一款泉源。即个个像耶稣定十字架。真做伊互人定，真做拯救世界的起点。伊互人定，就是开始要叫我所有的人，因为安尼来得到愿望。对，什么意思？甲变过，拢甲变过。所以伊毋单是救一个人尔吼，伊是要救咱所有的人，所有相信的人吼，咱的罪吼，并且是起点，伊个起点毋是结束，定毋是结束，定死毋是了，是开始一个新的世代开始。就是咱所有人的罪，拢伫伊个身躯排咧吼，伊替咱死，咱毋免阁死吼。所以相信的人就会当阁活对无吼。
所以你看是物价变成今仔日的水。是，所以所以伊的水毋是干那迄个是物的差价啦，是因为耶稣伫迄个所在过活，是人属灵生命的起点。就对于即个是物开始，咱有活命；对是物嘅开始，咱有盼望。所有的痛苦会变成荣耀的一款的奥秘的代志。所以过活互咱来看是物价，无过是一个悲剧，就是讲毋是悲伤的记号，乃是荣耀的。是看到上帝的疼是遐尼深，伊用家己的独生囝赐互恁，来赦免是遐尼宽阔，就讲伊赦免罪，毋是讲你的罪足重你这无法度赦免，无安尼啦，无一款罪重甲伊无法度赦免。是。生命的重建，就是讲你有啥物，咱的信仰所有一个叫做顶头生活命的时，就完全改变了。有人讲伊本地有一款足爱食毒，还是讲足爱食粉，改袂掉。等于信仰所的时，发现讲遐尼简单，就拢改起来啦，食毒就去改起来啦，对哦，你若有啥物迄个改袂掉诶，你叫想要改诶吼，你会当来求耶稣，来求上帝帮助你哦，一定有。所以伊会改变，甲所有毋好诶变成好诶，所以免烦恼吼，是物价变成水诶。佫衰，咱要来讲一个梦地啦，即个梦吼，即个梦。是一个纪念的梦，就是讲因的尸体毋是伫遮，因伫咧爬山的时，要牛着山栏，就是讲要摔落坑坎来死去。伫迄个山顶，因为山顶逐位的山拢会爬山的人拢会伫遐死人，拢会。就是拢伫一个因的国家的公园内底就画一个所在。正个一个纪念的梦地。对，咱即阵要去的即个所在，住伫波兰康温斯洛伐克的边界吼。大家若会记得，咱足久以前有讲到科西策吼。科西策，对，顶礼拜吼，那当转去看吼，一个足水的，应该是斯洛伐克第2大的城吼。即个住好伫即个即个。伫即个一个真水的湖的边仔尔。足水的湖，听讲老师后礼拜要介绍即个湖，一定要等。后礼拜甲介绍会着。足水的一个湖吼，遮吼有足济啥物？就是迄个是物价。伊遮是物价，遮代表因顶悬拢有刻字啦。有的是刻讲伊几岁来过身，有的刻讲伊是伫几公尺悬的所在，迄个跋落去。有的是因为去出世吼，因为出世的人，是爬山的人，是坐飞机的人拢有在写，甲因的年龄，我甲看有足济拢20几岁、30几岁，甲老的拢有60几岁，逐款的年龄拢有无一定讲少年来年。1919年到1938年即个差不多20几档的中间。有统计，拢总摔落山骹有95个人死亡，95个袂少吼。遮拢是做爱山的人吼，做爱山的人，18个人是女性，查某囡仔有18个啦，剩下拢查甫的。所以阵就拢有咧想讲，遐尼济人伫山顶爬山摔落，因拢是做爱山，因毋是因为什么犯罪啊啥来死去有人讲要来去一个，就是捷克，迄阵捷克甲斯洛伐克其实是同一个国家啦。即个所在用捷克代表，其实斯洛伐克，咱知迄阵是奥匈帝国嘛。奥匈的帝国是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跟匈牙利。4个国家拢连做伙做一个国家，迄个时间就是奥匈帝国的时代啦。所以有一个画家做到画伊就
提议讲要安尼做，因为伊有感动，伊较有艺术性感动，就申请，就去奔走。后来到1934年的时候，国家旅游局的国家的政府出来了，就允准比尔塔特拉山的委员会决定讲要设立一个基金会，因名做高塔特拉山象征性公墓，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公墓，所以所有伫遐山难的人吼，就拢甲因的家属，就甲因的代表的牌仔来刻在伫遮，搭伫因石头顶，是树仔顶哦，这个区。所以即本变成一个古迹啊，吼。伫1940年8月10日开放，大家人拢会当参观。1970年这个公墓做文化的古迹，就列做古迹。古迹就是讲一个袂使甲废无的所在啊。是，这是老师用这个 GPT， 即本这写的一首。叫伊甲写，叫伊讲，因为咱看到遮实在，因拢袂当完成因还搁咧行路，还未完成因爬山的路程就死去，实在真可惜。因死伫因家己欢喜的工课顶悬，其实本来是真快乐个，所以即款死共款，咱足复杂的心情，我就叫迄个。GPT 甲我写诗伊就叫做山之上就讲山咱只纪念梦想静静倒伫群峰的怀抱，就是讲伫足侪山的迄个怀抱内底。因伫年轻因伫少年的时就离开，山顶的风吹着树叶，那像歌声。伫讲因还未行完的路程，是毋是个咱像最后的纪念站？纪念站，咱知影纪念站甲是毋是个差不多吧？有一点仔像对。因着指向天甲地中间，迄个是毋是个抑搁伫风中来闪，伫遐闪闪死。表这就是伊写的诗的内容啊。咱看了这真有毋是结束，是一个开始所以其实这毋是结束，是开始，毋是对着山谷，是升悬伫天顶。因毋是摔落山谷，是升去伫天顶。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咱的死亡其实是天顶的开始所以是基督互人会记得耶稣的死，毋是结束是搁我的开始。是搁我的头前迄个物件目的毋是就是毋是最后一点啦，是等待搁我的所在啦。是毋是个提醒咱伫死亡的后面有一个赢过死亡的主，咱是毋是不时会想到耶稣基督？伊是替咱死，伊是替咱搁活。这个是足大的呢你看这个石头，老师伫遮遐尼细心，你也无注意，佮毋知影遐尼大。所以这个石头内底拢有刻迄个摔落去的人拢知影因的年岁。是，所以其实这是活的是虽然咱讲死了的人伫天顶嘛是咧俄罗斯安尼活的是迄个哀伤会当袂记哩对无？痛苦会当袂记哩会当来学乐，逐工拢会当学乐。是咪个就说明一切，就讲咱伫遮来纪念遐为着家己所爱的物件来死的人，就是因爱爬山，爬山摔落死去啊。因安静了想，咱即摆安静了来想家己咱其实是足渺小，就是讲咱无啥物通去夸耀。咱的生命伫上帝的手中。今仔日
你明仔载袂当起来，迄拢伫上帝手中，所以毋免记忆伤久啦。讲我明仔载要食啥，我明仔载要穿啥，毋免想遐济啦。我咧每一日学到上帝就对啊。对，有当时啊计划，几啊十档诶代志对无？还是讲即阵诶，即阵诶股市老师股市起起落落对无？可能昨跌停，今仔涨停对无？迄有诶人若伫内面诶人，可能是做痛苦诶，迄钱若拢伫内面吼。若做讲你是为着遮来生活诶人，可能会遇着足侪痛苦诶代志吼，对无？因为你毋知影明仔载是要起还是要落吼。但是伫上帝内面吼，你看这是是有5万诶哦，那个因即个是讲外悬啦吼，伊外悬诶所在。2547triệu诶所在，公尺啦。2540公尺诶所在，又摔落去。这个是做侪来纪念因吼，所以基督徒会讲，阮真正是相信有God哦。啊来，你有相信God无？你会当来附近诶教会找答案对无？会当去试看觅啊吼，你若已经试过足侪方法啊吼，拢试无吼，试无方法吼，嘛感觉无5万诶人吼。欢迎你会当来明白阮诶上帝，今仔多谢老师，我嘛真欢喜会当伫即个受难组，就是讲搬过节诶时吼，跟大家分享吼，礼拜就是搁偌济啊，也祝礼拜日搁偌济，是祝福大家人拢有个5万吼，有一个拢会当去教会。是永远的5万吼，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佮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观众朋友，多谢，平安。